后来继续来到家己的东石乡，每一年农历的7月，家家户户拢会伫个门口徛灯菇，讲这是为阴间的孤魂野鬼来引路。这个当地上界大的信仰中心港口庙，每年拢会采3-4盏楼仔悬的灯菇，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普渡的道声为1200道减到剩64道。庙方讲，参这个灯菇嘛不爱采咯，较袂到时阵，好兄弟仔来了伤多，会造成群聚感染。地壳顶有鸡螺啊，下骹有菇仔丁，这是逐年家己港口乡拢有的徛灯菇，今年恐惊无啊。就是惊有个孤魂野鬼会来侵袭。庙方为着减少群聚感染，甲普渡的岛啊，自1200度减少到64度，麻烦到徛灯菇会互好兄弟仔群聚，所以规期停办。这也是蛮好的，因为毕竟群聚对我们现在的社会都不太好。大户拢挂玻璃菇仔灯，内底有红色的灯火摆伫竹仔顶。当年旧历7月份，为着替好兄弟仔带路，家己东石乡拢有这特殊景观。这个习俗每年都有啊，我感觉无啥物无好的所在啊。阮为细汉到今嘛有，因为我们已经都保持平常心了，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害怕，也不怎样啊。家己的港口乡史上头一摆停办徛灯菇，有民众认为真袂管事，不管是人或者是好兄弟仔的群聚，拢会甲感染的风险降到上低。